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0月15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外送食食的业者和送餐人员中间，去劳动部认定算是请工。行政院所中乡院长嘛讲，工作条件爱合理。高雄市韩国瑜市长明仔载开始请假，全力投入总统大选。未来副市长要从事代理市长的职务。2019年亚洲棒球锦标赛，昨中华队战香港，以17-2击倒香港，过来迎战下饼日本队。10月初3，伫咧台中大雅工厂火烧，不幸牺牲的2名消防人员，早起举办告别式。内政部市高雄部长是讲，昨修改消防法的政党协商，已经有要求消防署制定牵连到消防人员的性命3项管理相关的法律。麻烦讲，别日啊，才会拍火兄弟，会用得更较有保障呢。看消防旗和国旗，台中市消防人员集体参加公祭，送2位伫初3工厂大会当中殉职的特殊消防人员，行人生最后一程。9点公祭开始，立法院院长苏家全、内政部长徐国勇和台中市长罗秀燕都去现场致意。现场颁发总统府褒扬令，台中市政府对这2个人做小队长。内政部长徐国勇嘛讲到，14消防法修法协商，嘛纳入生命3权，其中退避权的部分，若是会当入法，对消防员的火场行动会当更加有保障。资讯权啊，我们全部入法。那调查权就是我们灾害调查会啊，这个我们会成立啊，衡量抢救的目的跟灾害的风险之下啊，如果不进去的话，可能是最好的。我们把它原则上都给它入法。这个月初3，台中大雅区违章的铁片工厂火警，33岁的郑志雄、32岁的张德嘉，入去火场执行找起火点的任务，转殉职。郑志雄的身后阁有2岁的后生，太太有心，阁是双生仔。张德嘉是有已经要结婚的女朋友，这场意外互因拢真悲伤。这件不幸嘛，引发无人受困的高危险火灾场所退避权讨论。立法院调查党团将对初审通过的消防法修法协商达成共识，除了授权中央主管机关明定危险性救灾行动认定标准，灾害事故调查会嘛纳入基层消防团体代表。立法院院长苏家全是希望未来会当纳入议会讨论4项的头一案，用上紧的速度完成3套。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休困的期间，也有2个送餐人员发生车祸不幸牺牲。劳动部昨表明讲，照因的认定，这2个人员含伫咧网络接订单的业者中间，算是偷加辛劳请工的关系，会要求业者负担职业灾害和伤重的赔偿。2礼拜内嘛会清查这个网络接失的业者手底劳工的名册。国庆连假接连续发生2件外送员车祸造成死亡的意外，外送员的员工权益引起关心。劳动部14就针对 Foodpanda 和 Uber Eats 进行劳检，确认2名死者的外送员甲业者是属于雇佣关系，要求2间业者伫拜2要提出所有外送员的劳工名册、工资清册和出勤记录。受到公司的指挥，提供劳务，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业者跟发生车祸死亡的外送员具有一定的指挥监督关系。那我们检查的结果发现，公司目前还没有提供劳工名卡、工资清册及出勤记录，那这部分是违反劳基法的规定，我们会依照劳基法规定给予裁罚。劳动部这案数指出，经过调查，2名死亡的外送员，业者要求指定工作时段必须要穿制服，保温箱搭公司的搭纸。劳动部认定公司有指挥监督权。劳动部表示，会要求2间业者提供职灾补偿，嘛要伫2礼拜内专案检查所有外送平台业者。过去外送员大部分都和业者认定公司冇失头的关系，无劳健保等等的保障，并没有享受那种劳保的制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自己去外面加保，而且等到天气越差的时候，客人就会等餐等得越久，我们可能就要越快的骑车
天气不佳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无论风吹日晒雨淋，全部认为是雇佣契约还没有，他们只是针对这2个死亡的这个代送员，劳动部他迟迟的不敢去做全面的认定，也就是说，他一直认为说这个应该是要 case by case 去做认定的。劳动法学者指出，伫咧各国西班牙、美国加州拢已经认定美食平台外送员是员工雇佣关系。伫咧日本虽然无承认员工，外送员有造成 Uber Eats 工会，并且提供伤害险死亡给付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昨认定送食室到咱厝的网络系统 Uber Eats， 还有 Foodpanda 和送餐人员中间算是请工，毋是冒舌头的关系。毋过 Foodpanda 这间公司早起开记者会背后讲，因和送餐人员本地就是用冒舌的。Foodpanda 重申，本公司与外送伙伴的合作关系为承揽关系。面对这样新形态的劳动力需求，本公司因此采取较为适用的承揽制度。Foodpanda 一直以来恪守当地的法律。那我们在建立外送伙伴承揽关系之前，已经仔细研读台湾的法条，并且咨询台湾本地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在理解此营运模式符合台湾的法规，一切合法合理的原则之下，才开始营运。Foodpanda 表明讲，劳动部调查的期间到底，就认定这个车号地市的人员无下冒工的条件，这也互因想较无，因为因和送餐人员中间本来就是冒失的契约关系。佮强调讲，因公司提供予每一个送餐人员的保险条件比较法律的规定拢也较好，尤其未派舌头进前，这个送餐人员就已经有种种真十层的保障。总是因公司也会继续和政府探讨，研究出新型的劳动管理规范较有影。网络系统接订单，互送餐人员咧卖命，这款公司已经一试过看，法律的规定敢对得着？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今日就讲，劳动部当毋通搁再定惊死，放惊飞。别日若有这款大型的财团，搁请遐尼济少年人，一定要量早确定劳动关系，搁着要要求业者袂用伫制定无合理的工作条件。美食平台外送员少年刷伫国庆连假发生死亡车祸，即马又搁传出外送员弄死违规路人的事故。政府直直拢无用法律规范彼此之间的劳雇关系，一直到出人命才要开始重视，引起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要去立法院质询进前强调，已经要求劳动部要有作为。过去政府部门常常忧谗畏讥，应该要对于各种劳动条件关系都要及早确定，并且要求业者不能去订定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工作方式。因为劳动部总算初步确认外送员甲平台之间有雇佣关系，不过对这种新创产业的相关立法，直直法院一直都无处理，引起哪里论战。尽快的订立相关的法律，然后纳管这些平台业者，包括对他们的课税，还有相关的法律责任。这个是很难定义啊，不只是台湾，国际上也会是这样。因为你在现在的状况下，他如果用手机配对的，他有可能是同时替多间公司来服务。对这点，相关部会一想办法补救。考虑到美食平台牵涉到运输和劳动法规，交通部强调，交通规则有完整的规定，会加强执法。希望外送员爱守法，嘛注意本身的安全。业主也负有这个交通安全管理的责任。好，那现在劳动部已经也针对通案有一些认定。好，那我们交通部会配合有关于一个安全指引来加以落实。这个部分我们既然认定关系，那相关的业者应该负起的责任或应该接受的处罚，我们都会处理。最高的罚则可以罚到170万。根据它相关的违反的法规那我们每一条都是处以最高。苏贞昌嘛呼吁外送员要遵守交通规则，避免违法，嘛要求交通和警察机关对常常违反交通规则的平台，除了追究责任之外，大数据调查了后，对常常违规的平台，业者是不是有要求员工要遵守规则，嘛列做检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高雄市韩国瑜市长早起对我讲，明仔载开始正式请假，专心全力投入总统大选。伊讲要按南方起行，将温暖甲希望带动到全台湾。伊请假这3个月是由副市长叶匡时代理市长的职务。
长我即马要出征，向所有支持伊的人表示出征选总统的决心。高雄市长韩国瑜中昼结束市政会议了后，宣布请假3个月，16会开始投入总统大选。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在这里郑重的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将请假，全心全力投入总统大选。太多的朋友劝我参选中华民国总统，不是要我放弃高雄，而是要把温暖这种希望带到全台湾。大批的支持者一听到韩国瑜有重大宣布，透早10点外就组织伫咧市府外口声援韩国瑜请假的决定。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韩国瑜出来选总统是违背对高雄人民的承诺。才当市长没几天就要请假3个月，不用上班，不用批公文，不用到议会，违背了对高雄市民的承诺。却跑到其他县市说要救台湾，这逻辑说得通吗？你还要再上当吗？市府表示，韩国瑜连续请假3个月，拢会扣薪水，也袂使使用特别费用。韩国瑜讲，为今仔日开始，伊要将温暖和希望带予更较侪人，重建台湾的阳光。高雄市长这个职位会由副市长叶匡时来代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远雄公司负责建造台北市这栋大巨蛋，用电脑试碰出来防灾的报告。昨第7摆伫咧台北市都市审议委员会审查，结果因为远雄有同意大巨蛋的1楼有的所在要改做半户外的空间，煞就此通过，唔免搁再试碰。这也引起外界质问讲，市政府敢是为着选举咧放目？不过高文特市长早起是讲，若放目就免审查甲7摆了。大巨蛋争议真久，则是第7届创关台北市都市审议委员会，结果远雄伫咧防灾避难电脑模拟顶面同意部分1楼改做半户外空间的方案，当变阁伫咧任何模拟引来外界质疑讲台北市政府强度关山硬咧送审。主持会议的都发局局长黄景武，阁互人骂讲有放水的嫌疑。经都发局局长林秋明批评讲是告别火车纪念日。台北市长高文哲在去受访问的时阵否认讲是考虑到选举。没有，我跟你讲，我要强度关山的话，不会审7次的，你看，专业问题当然还是专业回答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这个因为这种软体也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嘛，还是英国那些专业人士来回答说这种城市设定合理不合理。大巨蛋真正问题分别是人甲空间，所以主场用流人数一开始就卖说14万人。不过外界质疑，无电脑模拟未来是要安怎减少面积和控管人数。国民党承认讲详细内容无清楚，市原是质疑市政府和大巨蛋硬力会馆的意图。我们认为可能柯文哲市长会在他卸任之前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以确保他在整个市长生涯当中不会有太大的污点。针对台北市政府想要争取办2030亚洲运动会，国民党透露有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讲过，希望以双北的名义，共同生活圈的概念来去申请。如果我们要去办亚运不要说只有台北去申请，应该用首都生活圈的概念。那所以包括这种环状线那在上面架设那个 TOD， 以交通为导向都市计划。国民党以世代文来讲，伊表示迄当年办甲真请爷，但是对台北市长远都市计划无任何帮助。大巨蛋敢会是争取亚运主办权的本钱，都惊讲搁互人加讲话。国民党再三否认。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来看台南市过去已经几落冬，唔捌遛流浪狗去泰山。不过规定狗若捡小活，有当着嘛会互民众感觉惊惊。来看安南区的富安路底，都有的人固定的来遮饲流浪狗，煞好甲环境垃圾佮歹味。当台南市动物保护处是讲，会了解看遮的狗敢会乌白共家，才过来拍算。台南市动保处人员去盐水溪半比巡视，目的要检查现场有流浪狗也无。这是台南市安南区富安路底，因为民众翕到有人踮遮饲狗已经一段时间，那去惊到附近运动的民众，也造成环境的负担。有那个善心人士啊，有妇女啊，爱心妈妈，每天都带着那个饲料在养。这些狗都路过它不会追你，不会。没有听说过有受伤？没有。
就没有人因为流浪狗而受伤。没有，所以那个区公所都没有什么样，都没有在补什么。画面上会当看到，确实有翕到一个富人人咧饲狗，而且现场佫围真侪只。台南市动保处嘛讲，这富人人已经饲真久，也有配合动保处掠去绑起来绝育。虽然这所在捌有人去互狗咬着伤，不过最近已经无类似的意外发生。针对爱心人士，我们都有去跟他们做联系，那也会有办理干净喂养的讲习。那当然，我们也都是请队员是说，针对如果只要有会追车的动作的犬只，我们一律都是必须要移除啊。台南市动保处表示，因为政策关系，因会先掠的家人的狗仔，其他的是绑起来绝育才放回去。未来这所在若有民众通报狗仔伤人，动保处也会出面处理，维护民众出入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各项的青年团体早起成立修民法挺青年阵线，呼吁立法院将民法内底认定做成年的年岁，按20改落来18。这个民间团体嘛讲，有的欧洲国家40当前法律就已经认定18成年，日本去年嘛有改啊，可见台湾的民法有影是对人较无买罪。17岁叶东岳来自高雄，捌参加过不少学生的团体活动。以家己本身的观察认为，以18岁青年对政治的理解甲热衷，比真侪成年人更加积极。但是以明年总统大选来讲，煞因为未满20岁无法度有投票权。年学子能够对政治及社会更加了解，甚至更胜于部分的中老年人，这是在南台湾非常可见的一个现象。许多他们怀抱着创业梦，但是却因为公司法参考民法，未满20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他们不得担任公司的经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跟董事。民间团体指出，以18岁青年来讲，爱负完全的刑事责任，会当投公投票、考驾照，但是袂当办手机啊、办就学贷款、开银行口座，袂当独立买旅游平安险，嘛袂当创业开公司，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呼吁应该要将民法的成年年纪对20岁调整到18岁。所以90年前的成年年龄定义，基本上我们应该要能够与时俱进的去回应现代年轻人的这个现实生活上的需求。那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潮流。其实下修民法成年议题，伫咧过去嘛捌几大间互人讨论，但是最后都无结果。民团表示，会以100岁国党立管于党团顶前，希望卖互无下时代的法律来限缩青年生活自主权。记者综合报道。中政府有一项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总经费是280亿。不过，台湾好期望和各地头的环保团体合作，去探访已经完工的所在。结果所发觉讲有17件拢是有功拍无落。上界害就是台中南四溪的环境营造，苗栗大安溪生态景观改善。民间团体讲，这款的就是人民的税金钱开甲欢喜，煞咧乌爸母。超工用9号以上来打造新建工程，开7200万推动的苗栗大安溪生态景观改善工程，互环保人士批评破坏当地自然环境，而且佫增加未过水的铺面，造成水文循环恶化。很多小型动物下去，它完全就出不来，它只能会死在里面，所以它的栖地的整个是几乎是呈现毁灭性的。资本市自然号称的南四溪推动将近2000万的营造计划了后，将自然的顶仔刷掉，嘛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物的栖息地。河川两边各改用无过水的工法。前瞻水环境呢，在诉求上面是要恢复河川生命力的，可是南势溪却花了2000多万，把南势溪的生命力整个破坏掉。这两个计划互民间团体评比讲是烂盆鼓奖，这是台湾好期望为着要检视政府推设的前瞻计划当中的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成效如何，和各地环保团体合作，实地去头一波已经完工的23个计划去遐看，以生态功能改善、社会功能等4个面向来拍分数。结果23件当中有7位0分，10位是负分，占7%。第一期的这个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这个纳税人的这个钱，可能造成总体来说造成的生态破坏是大于改善的。
蔡政府大力推沙增站计划，其中全国这环境计划总经费280亿，头一批总共有67个计划，经费是56亿。民间团体公布头一批完工的建设，发现品质有问题，呼吁不管是中央也是地方政府，拢无应该用拼业绩的心态开钱建设来破坏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近来人口一直成长，拍算年底就超过225万。通桃园上界侪人的里，大园仔的怀芳里只有13626个人，甚至比较规复兴区人口也较侪。地方嘛有人咧喊讲，咱着爱拆做2里，毋过就是补助里内机场的回馈金咧测袂平。社区大楼有够侪，桃园市这几年发展非常的紧，人口一直成长，已经是有82.3万户，214.3万人。全桃园上大的里，大园区怀芳里人口13626人，甚至比复兴区总人口12755人要搁较侪。我希望说我们市府是不是说可以分离了？那分离的话，我唯一要求我回馈金如果分成3里，那3里的回馈金我希望都一样。里长表示，大里细里建设分配款共款是1年60万。算来，怀芳里民平均一人分无到50块，无够开销。不过，怀芳里范围为附近的桃园机场到青埔地区真长，机场回馈金分配是问题。分离了后，噪音无甲60分贝，就无回馈金，所以房屋税、地价税都无法度减免。不能再拖了啦，要赶快去做，把它做分离，以实质上的监测为基准啦，那该去面对，我们还是要去做面对啦。对居民来讲会比较好，对里长的服务工作会更快速。也希望说他们那边也有整合一些意见。那我们也现在也跟环保局局长也讨论，看看这个回馈金能够怎么样平均的分配。议员认为怀芳里人口太过侪，免因为回馈金的问题卡掉咧，爱赶紧分离。民政局强调，里长行政负担大，回馈金的分配卡数讲好，里民应接受，得赶紧进行分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透东北风，云林落水溪这线的溪岸，空气的品质普遍拢歹。未了的空气站昨下晡去验到空气品质的指标超过200，是秋天到达上界歹的一日。嘛有民众手机去接到国家级的警报，讲未了的防备用液已经严重恶化。总是云林县环保局嘛讲，东北风是会透到拜三。一透早住伫云林未了的民众，无用油涂骹拭倒啊，用卫生纸一拭就当清楚看到顶面卡一层沙。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云林落水溪沿岸的空气品质无好。10时下晡5点，空气品质指标超过200，就叫我色的顶。真侪民众拢收到国家级的警报，表示用液达到严重恶化3级。昨下晡透我足透的杯都咩也无看迄落烘焙个杯安尼吼，我足牛的安尼。顶埔未了，桥头国小学生来学校，先上网查即时空气品质，甲代表空气指标的机仔挂起哩。校方表示，入秋了后，东北季风会豆豆变强。目前校方29间教室已经装新风系统，若空气品质无好，就会停止户外活动。各位师生注意户外教学那体育课的时候，也请各位老师们呢到我们的活动中心来做室内的教学。云林县环保局表示，东北季风造成云林沿海地区风速强，予落水溪河川的营业状况变严重。10时下晡5点是今年入秋以来上严重的时阵，县政府嘛成立县里级的防治指挥中心应用。通知我们的中水局，那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事业单位，那包括洒水降载，然后这个放更多的水在我们浊水溪这个200公顷的扬尘避免它的这个扬尘的这个影响。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落水溪口200公顷的沙洲地，配合中央第4河川局已经设置18口的水井。目前已经启用喷水来控制营业发生，不过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这波东北季风会继续影响到拜三，呼吁落水溪沿岸的民众爱减少户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昨香港有网友发动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一起大会，伫咧中环的遮打花园举办。这也是香港政府实施禁服民法了后，警方头一场稳准的集会。主办单位宣布讲，现场有13万人到地。来看欧洲西南边的西班牙这国，内底有一片加泰罗尼亚自治区。2017年，才有大批百姓发动自治区独立的运动。昨西班牙法院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宣布当时咧推动自治区独立12个政治头人，拢着爱食罪，有的判9档，有的判到13档。结果，卡塔罗尼亚遮有济人民听到这项判决，拢行上街头抗议。真济加泰地区的民众，就是伫咧法院宣判12个加泰独立的领袖全部有罪了后，随透过网络联络来占领加泰隆尼亚首都府巴塞隆纳的普拉特机场，甲警方来对峙。有的民众想要逃走过去警方限制的范围，就随即用警棍来拍。而且机场4科位啊，甲航厦大厅内底嘛发生激烈冲突，警方发射催泪gases开始赶人。机场表示，因为即届的占领活动拄则是下晡开始，总共有108个航班去用取消，有真济旅客去受到影响。巴塞隆纳的街仔路则是暗时示威的人嘛是搁真济，民众摕手机的电火大声唱加泰独立的歌曲。西班牙最高法院经过4个月审查，就是以煽动叛乱、不当用公款等等的罪名，判2017年10月份推翻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12个领袖，其中9个人是9年到13年的徒刑，另外3个人是去用罚金，而且嘛禁止参加公职。其中前加泰地区副主席芬克拉斯13年徒刑是上重，不过12个人拢逃过原本检察官要用叛乱的罪名来甲因罚最高25年的徒刑。法院嘛对逃走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前主席普伊格蒙特发出国际通缉令。加泰自治区主席托拉批评讲，这个判决是对民主的侮辱甲轻视。普伊格蒙特伫咧布鲁塞尔指出，总刑期100堂是伤过头项，完全是政治保护的心态。The Supreme Court ruling against the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the parliamen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institutions in Catalonia confirms the strategy of repression and revenge against all the Catalan citizens who sought democratic ways to make their will possible. 不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是强调讲，判决不是报复，是因为推翻违宪的独立公投是确定的犯罪行为，而且伫咧判决过了后，加泰地区已经宣布暂停当地所有的脚球比赛，包括西甲豪门球队、梅西领军的巴萨队，嘛拢借这个机会来挺加泰的民众。西班牙11月份会举办国会大选，马德里政府原本希望讲这项判决会当予加泰独立的危机来结束，不过独派已经号召民众来发动街仔路示威甲罢工，所落来可能会搁发生更加严重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中华保险的顺德奖近来是大出名，因为铁人3项的世界冠军，挪威这国的选手伊顿比赛时，就是第一顶顺德奖的帽仔冲过终点线。中华县政府嘛趁风势邀请伊顿本人11月来到台湾，参加伫田中举办的马拉松比赛，望要将中华的名声广告世界透。民众来保险顺德奖排队，拢是单要登记领这顶帽仔。因为法国尼斯铁人3项的世界冠军伊顿，就是伫这顶帽仔冲过终点线得到冠军，互顺德奖抓来穿起来。而且伊顿嘛答应中华县政府邀请，要伫11月7日来参加国内真有名的田中马拉松。那大家都非常高兴，也非常多的我们热心的乡亲也一起都上他的这个网络上面一起去邀请。那后来是刚好有一点点小运气，刚好找到相关的关系，去促成了这一次的活动。欧惠美表示，其实伫咧伊顿得到冠军了后，第一时间就邀请伊来中华。不过迄当阵伊顿用要准备东京奥运做理由来拒绝。不过后来透过真济关系，伊顿总算答应来台湾，而且嘛会担任田中马拉松带头走的人。伊顿本人嘛会翕影片来感谢台湾热情的邀请。Hello, my friends in Taiwan. My name is Gustav Iden,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Taiwan. 咱真期待伊来。安怎讲？你就阮伊来阮准备一个小可礼品要予伊啦。中华县政府除了安排伊顿参加马拉松比赛以外，嘛会带去保险顺德奖来参拜，祈求奥运嘛会当得到好成绩。伊顿预计伫台湾留3天的时间，中华县政府会安排相关的行程，互头一届来台湾的伊顿会当看到台湾，还佫有中华的水。记者综合报道。
2019年亚洲棒球锦标赛，昨在台中，台湾队头一场对着香港，拍到第5局，就以17-2击倒对方。下暗换要去斗六战日本队，按美国大联盟调度回来的选手林子伟、张玉成，拍算予教练安排伫咧第4、第5棒一坎，尽量望要争取胜利，摕到参加奥运的资格。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南投德山，只有一个竹仔雕刻的艺术家叶基祥老师。伊按高中开始就兴趣这项工艺，到今30外冬，一直浸伫咧研究雕刻竹仔的世界内面。规当前嘛举办个人竹艺作品的展览，连厝人的亲人看伊遮艰辛，嘛拢真甲伊肯定甲赞成。摕雕刻刀啊，伫咧竹仔顶头来来回回，无3-5下的时间，就刻出一只活跳跳的指甲。这是叶基祥老师的作品。像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竹子根部的根的一个痕迹嘛。在这个乡下农村长大的小孩子，基本上从小就钓青蛙、抓青蛙，那是很正常、很稀疏平常的一个活动嘛。所以这就跟我对竹材的认识了解一样。雕刻竹仔的手路有影真厉害，这是叶基祥老师累积30多年的功夫。叶基祥是南投德山人，高中的时阵因为真介意用竹仔雕刻的艺术，怎开始伊的竹艺私人生，放弃厝内底做竹仔加工厂的工课。迄当时伊厝内底人是真无谅解伊。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会饿死，家里会刚开始还是会反对，希望说能够最好是找个正常上下班的工作，有稳定的薪资，那是最好。但是那个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还是一头就栽进去，就往前走，是从来没有回头过了。做家己喜意的代志，还佫会使顾巴肚。叶基祥讲，伊有伊的生存撇步。大概我会分一半的时间，就是说50%的力量去做自己的创作，挪出50%的时间去做迎合市场的东西。那其实这样才能够双轨并行。手机话伫咧讲，迄皮卡徛久就是你的呀。叶基祥下功夫，一生只爱竹雕技艺，即阵佫拼出属于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定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解说，有影竹艺雕刻真好看。啊，竹果披萨大众化，竹笋煮汤兼冷盘，竹仔用途是千万般。台湾就是山底也是路边，拢常常看到竹仔，所以我哪有真侪俗语话，甲竹仔有牵连。可曾今仔日讲2句啊，甲咱观众朋友互相做参考。头一句，咱常在听人咧讲竹仔猪毋敢硬人的鸡肉丝，这句话是家己顾欠的话。认真讲，也是咧表示讲，阮挺恁袂起。过去常常看到讲，人咧讲亲情的事，讲人恁是大好野人。大人家厝好野的查某囝，阮竹仔猪毋敢过恁的鸡肉丝啦。啊，当然时代变迁，即句顾欠的话，嘛是咧表示讲，咱的环境无相同，你的条件虽然好，啊，毋过我都袂哈，搁较好嘛无路用。我比一个话，讲一个俏谈来讲，每当讲经过几冬，中国政府嘛会甲台湾讲，来，一国两制袂歹，啊无恁也无爱统一。人民票换台票，1块换1块，好无？我相信讲，到迄当阵，台湾的总统、台湾领导人，原来会甲印一句讲，阮这竹仔猪毋敢过恁的鸡肉丝，意思就是讲，阮挺恁袂起啦。竹仔猪是足普遍、足无价值的物件，哪通硬恁即个好料理？啊，讲到竹仔，讲到硬，国情还佫第2句，这个佫无相共啊。讲到做竹竿仔底硬土豆仁，吼。这敢若讲着一句话8字尔，镜头就铺在眼前。这甲硬鸡肉丝一点仔牵连都无。换讲要伫咧竹竿内底，哪有人遮热？甲竹竿土豆仁拢落落，而且用猪轮硬。竹竿仔底硬土豆仁，哎哟，啊要安怎硬？观众朋友，咱目睭揢起来，小甲想一下，煞毋知影讲竹竿仔底这土豆仁，你若要硬，无在就讲一摆规把面啦，都爱一粒一粒仔硬，有影无？对啦，这句是袂客套话，是顶句接下句的结骨话。所以竹竿仔底硬土豆仁，就是要你搭一句3字的。安怎样呢？土豆仁就一粒一粒硬，讲话做1粒1啊，写做1粒1，2种解说。竹竿仔底硬土豆仁1粒1，1粒1，伊来解说讲，这是上界赞上界叫的。
二来，搁再解说讲，这也是两个人的交情，好甲讲一粒一的。我讲一个俏谈，坐伫办公室，我正手边迄个同事，人伊工作上的表现一粒一的，啊，我看伊的交情嘛是一粒一的，安尼大家就听有啦吼。连讲人若咧讲德光啊底硬土豆人，咱就甲应讲啊，这我知一粒一的。啊，佮讲即个刷落来，咱要看即个庄仔头，有原来是一粒一的哦。因为别人的船长咧放送，普遍拢是放流行歌。毋过咱屏东嘉东万建村船长放送头放出来是家己庄仔内春歌，因为这是在庄的作曲家来创作，村民做伙唱的。歌词内底客家号码和平埔族照拢写有对，咱做伙来听详细。村民为做伙对更欣赏来年万建村的春歌，画面内底这位看目镜的村民81回热庆地，11当前听到其他的庄头开钱请音乐老师来写春歌，伊就家己免费为屏东县嘉东乡万建村写这条春歌。不过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到今年，伊才把这条歌提给村长，大家才知影讲有一条这么好的歌。我们一个国家有国歌嘛，那我们村呢？有个春歌呢，可以凝聚那个村民的那个凝结力啊。客民并报心连心，大家拢是一家人。万建村是嘉东乡内底唯3个族群拢有的所在。春歌描写这个大武山下的土地，族群融合的生活。知影庄头有家己的歌，村民拢做伙来练唱。我们这春歌真的很好听，因为很难得啊，有机会唱到。真的很高兴，让大家都能认识我们村庄的特色。每次我在广播，我都有放这一条歌，我们万建的村民都会说很赞，很棒。有人跳出来教唱歌，嘛有人跳出来弹钢琴。那社区关怀祭典的是大人来练习，这条春歌嘛变作是村长放送进前一定会放的歌曲。未来嘛，2万多位村民拢会当唱出这条万建村家己的歌。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看婚林古坑国中、国校的学生囡仔，才有一个社团，咧练客家的开喙赛，练到全国比赛冠军。学生囡仔拢讲吼，看人担唔知重，真正落去咧，才知影讲人赛的功夫3重2重，确实无简单。赛的动作真活跳，路高声节奏嘛真响。婚林古坑国中、国小学生人开喙赛功夫无简单。古坑国中、国小的客家人赛团，唔但定伫婚林表演，嘛捌伫全国比赛得冠军。真侪学生一开始因为好耍趣味来加入，开始练了后才发现代志原来无遐尼简单。从3年级开始练客家诗，然后我是练狮头的，然后狮头重量其实还好，然后那个手都会痛，就是练完之后都会痛。就一开始就感觉蛮好的，我就进来参加看看。结果参加到之后，结果事情没想象的那么简单。教练很强。学生练甲流汗闪滴，手疼脚酸，把地书为学生未堪你辛苦来退出。不过，嘛因为有教练严格要求，才有法度伫比赛内底一直得名。老师用鼓励的方式，希望学生定来参与学传统民俗的技艺。教练对他们的要求可能会比较严格一点，那会萌生退役。但是在离开一段时间后，我也是会鼓励他们就是即使有比赛，邀请他们再回来帮忙的那个机会，请他们继续留下来。古坑国中、国小的开喙赛社团，为民国100年成立到今已经9档，常常参加比赛，也是担任各种活动的开幕表演。学生用因的汗水甲因的拍拼，就是想要把这项传统的技艺，让更较侪人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彰化线西，才有少年人和在地渔业的业者合作，举办摸蛤蟆的活动。今年第4档，吸引到1500个大人囡仔行脚到，场面有影是真热闹。海风有影盖头，看过去规片人山人海，特别看无蚵仔料啊！阿公阿嬷、囡仔兄、囡仔姐，紧摕水桶，也有拖拉来遮体验摸蛤蟆。抓螃蟹，好玩吗？好玩。
无啥物秘诀，就是白沙啊白较浅的，因为迄个场主啊留真侪蛤蟆，要拽人安尼来娱乐啊，所以准备真侪，还搁内底留足侪蛤蟆，所以要摸蛤蟆足简单就摸会到。彰化山西肉粽角唔但有美丽海景，也阁有丰富的海捕生态。最近因为沿海工业区兴起来，海岸线的面貌已经和永春无啥同款啊。亲像肉粽角这个景点，就是用红毛土也个肉粽角贴起来的人工景点。肉粽角头前的海捕全正做渔民饲蚵仔也个蛤蟆的所在。为着推广当地养殖文化，有一群少年家就转来故乡成立工作室，和当地养殖业者合作，举办摸蛤蟆的体验活动。咱像今年收成大家拢无好啊，阮就招咱这侪渔民吼，就前面讲，因为咱落去收其实不符合成本啊，袂好啦。啊，阮就招讲啊，无咱今年搁来放大落去推广咱这生态体验的文化吼，咱饲蛤蟆、饲蚵仔的文化，互因了解海林这侪一寡地形吼，甲对潮汐嘛较了解啊。流水和海捕文化，唔但是民众体验沿海文化的所在，佮开始陕西这个渔产乡镇活跳的生命力。记者综合报道。电脑会当经土豆，你敢要信讲买手机啊会当饲鱼啊？捌得到农委会百大青年农民的陈启宏，伊就是屏东嘉东乡乐鱼产销班的班长。伊指甲讲，传统饲鱼啊这项头路，用去真侪人力甲时间，才会将鱼温啊引进人工的智慧，经过智能监视的系统，人无伫鱼温啊边，嘛会当用手机啊检查水质，远就会当遥控设备。唔但省时省力，也提高工作效率，搁有这鱼啊养育成功的比例，对饲鱼数据资料库的建立嘛有真大的帮助。拍开手机啊，飞两下就会当看到真侪图表甲数据。透过这个智慧监控设备，会当远就控制鱼温啊水内底的上诉、温度、升机性等等的数值。就算人无伫鱼温啊，也会当随时检查状况。那这1-2年呢，开始有导入所谓的智慧化的一些水质监测的设备。那为什么我的场域想要去导入？那我换算出来，我1个月就可以省多少人力的成本？那我慢慢导入设备的话，那未来我就方便，我可以在我手机上可以看到我需要的这些水质的资讯。用传统方式饲鱼啊，需要开真侪时间，人嘛要留伫鱼温啊看顾。乐鱼班产销班引入智慧科技，用这台太阳能发电水质监测机来看水质状况，搁会当把数据传到手机啊和网络，省时间搁省费力。在绿色状况都是我们设定的比较合理值的一个状况，那它就可以同时去监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亚硝酸跟阿摩尼亚，我可以上传到云端，我可以做管理，我手机随时看得到，那我也不需要被绑在这个余温。我们可以做得更弹性。那当余温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警讯一传到我们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近请我的班员或是我的长辈去我的余温做一个确定。但启宏强调，因为老辈要传承饲鱼的相关知识，少年人无法度真正了解。即摆有这项人工智慧，会当建资料库，产销班员嘛会当透过数据，更加了解鱼温啊。这是经验的传承。它很重要，可是变成说我们年轻回来的在接的一个部分来讲，那我们也是希望智慧农业科技的导入，把这些数据化之后，大数据的一个经验，它是可以传承的。改变英国的运作，对传统养殖方式变做风险较低、数据完整的科技饲鱼，唔但会当互少年人转来故乡接班，也会当提升地方的养殖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身体甲心理如果有各样的因素，头路本来就真歹找。啊，若要探究讲会当出门去旅行，毋知要下偌济心情。咱来看云林大溪润芳的小作所，带这身心障碍的学员家己做饮料，增加因毋免看人的头面，生活自理的能力。啊嘛，带因去到身心障碍日的活动内底摆摊，所赚到的钱，就是望要伫咧年底成长的旅行，当作出门的经费。学员一步一步学要安怎做饮料，准备要伫身心障碍日来摆摊，趁家己今年心中旅行的所费。云林大溪润芳小作所，平常时除了和学员做代工以外，也安排各种的课程，增加因独立生活的能力。煮红茶。红茶哟。哎。怎么去教你们？就是茶包放进去，要看时间。跟老师一起做红茶，你觉得怎么样？很好。怎么样好？就很开心。出去佚佗对一般人来讲并无甚物困难，不过对当咧学自理的新创者来讲，就需要真侪功夫。
小组所服务的是无法度入去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者，帮助因适应社会，提升生活品质。配合11月9号国际身心障碍日，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身心障碍日的活动来赚取他们年底成长型的经费。其实我们小作国的管理方式就是我们老师就是会给学员他们每个人这个，然后我们就会每天老师就会做点数的加点这样子，主要是要激励学员他们一些就是行为表现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好这样子。一个身心障碍者的社区教室，为着让学员有自立生活的能力，设计各种的课程甲工课，除了提升能力，社会大众的理解甲关怀，嘛是帮助因顺利返来社会食头路重要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英国的国会10月14重新搁开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嘛照旧例亲身去到国会演讲，讲出首相强森领导的政府未来施政重要的目标。当然，得排头一目就是这个月月底，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期间已经到达这项主题。咱同齐来听看女王安怎样讲。My Lords and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my government's priority has always been to secure the United Kingdom's departure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31st of October. My government intends to work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ased on free trade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女王的演讲一来是强调讲，就要确定会用伫按照自底的期间脱离欧洲联盟。各有嘛提起7项脱离欧盟了后，要制定法律的事项，包含渔业、农业、贸易和金融服务的新制度。另外，又提起移民的政策，甲推动宽频的网络普遍化，佮有保护环境者的民生议题。啊，毋过因为执政党目前伫咧下议院，也毋是多数党，都有专家分析讲，有的计划若要立法，可能拢无才调顺利完成。由美国梦工厂和中国东方梦工厂联合制作的《梦甲红仔电影》《Abominable》内底出现几落摆南海9段线的地图，就是咧评讲中国伫咧南海这边面的领土是真广阔。当然，这款的镜头嘛引起真侪越南的观众不满。越南电影局10月13下令讲，这支电影袂用伫搁再报上了。梦甲电影《坏坏萌血怪》是美中两国做伙翕的，内底的故事是咧写讲一个甲厝里的人行到胖吉的魔法雪怪，开始一段精彩的冒险旅程。原本应该是规家伙拢会使做伙看的作品，测试伫越南就档了后，却去互网友发现，片内底煞真侪届出现引起南海主权争议的9段线的地图画面，互越南的影迷是真不满。越南电影局13已經甲這出電影來落片。Đúng là nên hạ xuống, tại vì nó ảnh hưởng tới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Đó, trẻ con xem thì nó sẽ tiêm vào đầu của những cái lứa tuổi nhỏ là cái thông tin sai lệch. 中國伫2009年提出9段線的主張，甲大部分的南海納入去主權的範圍，因為牽涉到真大的貿易，也閣有軍事資源，引起越南依賴東南亞國家強烈的不滿，造成南海局勢是真緊張。這出電影看起來就是有講到中國主權敏感的所在。Lúc đầu thì em cũng định đi xem phim này nhưng mà sau khi nghe là về cái chủ quyền biển đảo ấy thì em cũng không nên xem. Cái này người ta bàn tán trên mạng cũng rất là nhiều. Em khá là bức xúc, cũng một lòng nổi lên lòng yêu nước vì rõ ràng là đó là thuộc về chủ quyền của mình. Vâng. 坏坏萌血怪是美国梦工厂甲中国东方梦工厂联合制作的。越南电影局局长除了真紧的支持该落片以外，而且嘛表示未来更较斟酌来审核电影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3个用心来研究全世界散车的问题的学者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讲，这3个学者用实验性的方法研究安怎样减少散车，得到肯定。3个学者内底2个是翁仔某，其中牵手是历史上第2个摕到经济学奖的女性。We're excited about what we're doing now, and it's fun. We're learning new things. And in the middle of this depressing news, the one hopeful thing there is that the fate of the world's poor has really tremendously improved over the last 3 decades.
是阿拉伯的经济学家、印度的阿比西吉特·巴纳吉甲法国的艾斯特·杜弗诺得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因的研究指出，三只国家的平均生产力因为科技技术使用较落后，亲像有的人甲公司是用上新技术，其他人敢用落后的技术，造成真大差别。互人注意的是，杜弗诺今年47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0年来第2个女性得奖者，嘛是上少年的一个。So the reasons why there are so few women who get the Nobel Prize or other prizes is not because the people who give prizes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women. It's because the entire funnel is just not big enough. And that's not true just for women, I should say. It's true also for minorities. 今年经济学奖，佮颁予美国哈佛大学麦克克雷默，以研究肯定安怎用较低成本提悬教育效果。伊甲研究团体伫美国东北部佮肯亚高区进行实验，发现对特别学生提供课本或者是免费午餐，比平均提供的效果佮较好。今年这3人研究向认为改善对抗散食能力。20年时间，因新的实验方法。转变发展经济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和明仔载，因为东北风的影响，各地头早暗天气拢有较凉冷。气象局嘛发布透风的特报，因为东北风有较强，台南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和澎湖、金门、马祖这些旷阔的地区，拢有8级到10级的强阵风。搁有台湾和外岛沿海海面，拢有较大阵的风影。若去海边活动，咱就要斟酌注意安全。明仔载各地头气温变化啥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24度到28度，中部26度到32度。南部28度到32度，东部23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